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3月21日，經文馬太福音24章36至51節。人子降臨嘅日子同埋時辰，唯有父知道。正如挪亞嘅日子，人毫無預備，而洪水就不知不覺間到來，人子亦要咁樣降臨，所以要警醒預備。忠心有見識嘅僕人有福，但心裏以為主人必來得遲，因而作惡嘅僕人就必受到懲罰。今日教會裏有唔少基督徒係忠心有見識嘅僕人，同時亦有少數基督徒係作惡嘅僕人。呢啲作惡嘅基督徒往往係好心做壞事，或係無心之失，甚少係明知故犯。奈何佢哋做嘅一切卻成為咗弟兄姊妹嘅絆腳石，亦把自己成為弟兄姊妹眼中作惡嘅基督徒。我們若是先省察自己，就不至於受審判。我們受審判的時候，就是被主管教，這樣就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。哥林多前書11章31至32節。阿們。